喂，你識唔識我係邊個啊？我係流馬車啊！天水圍墮天地獄獸啊！如果你嗰日咁啱喺中環歌賦街行過，你一定會聽到呢陣震耳欲聾嘅咆哮聲。冇錯，呢位喺香港網絡界大名鼎鼎，經常進出入懲教所好似返屋企咁熟嘅流馬車，最近又搞出大頭佛。今次佢唔係去天水圍揾人隻抽，亦都唔係去網紅餐廳打卡，而係去咗嗰間連周潤發、梁朝偉都未必排到隊，性格火爆程度同佢有得比嘅九記牛腩踩場。今次呢場戲足足鬧咗35分鐘，結果係點？流馬車竟然老貓燒鬚，被一班平時鬧客鬧到出名嘅伙計反過嚟 KO 咗。但係大家睇完呢場大戲，笑完鬧完之後，又有冇諗過呢件事背後隱藏住一個關於除三害同埋智商稅嘅深度真相呢？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場鬧劇嘅每一個細節，睇下我哋喺呢個瘋狂嘅網絡時代，究竟交咗幾多智商稅？我哋先嚟睇下嗰日發生咗咩事先。2026年初嘅一個下晝，中環歌賦街依然係人山人海，九記牛腩門口嗰條隊長道由街頭排到街尾，起碼有幾十個遊客喺度曬住太陽等嗰碗成舊水嘅牛腩。突然之間，一個身穿黑色背心、頭髮亂糟糟、眼神帶住幾分狂傲同埋幾分不安嘅男人衝咗出嚟，佢就係流馬車。佢一嚟到，唔係排隊，而係直接衝去鋪頭門口，對住入面啲伙計大嗌，話要食乜嘢爽腩。大家知啦，九記嘅伙計出名係你大我啊，嗰種格，平時你排隊慢少少都會被佢哋噴到一面皮。流馬車呢次係火星撞地球，佢喺門口足足鬧咗35分鐘，由自己嘅江湖地位講到去牛腩嘅質素，再講到去香港嘅餐飲業沒落。佢以為自己拍緊戲，以為全世界都要圍住佢轉，但係今次佢踢到硬板。九記啲伙計係見過大場面嘅，佢哋見慣咗各式各樣嘅貴賓、怪客，甚至係黑白兩道。當流馬車喺度瘋狂輸出嘅時候，九記個老細只係冷冷咁講咗一句：你係咪嚟食嘢？食嘢就排隊，唔食就過主。我哋呢度唔係拍戲現場，亦都唔係精神病院。呢一句話簡直係直插流馬車嘅死穴。馬車仲想反駁，話自己有幾多萬個訂閱，話自己一條片可以令呢間鋪頭執笠。點知旁邊排緊隊嘅一班後生仔竟然一齊起哄，有人大叫：馬車，你返天水圍啦，呢度係中環啊，你啲招數喺呢度唔好使啊。最後喺呢種群情洶湧之下，加上有警察到場了解，流馬車竟然好似曳咗氣嘅皮球咁，垂頭喪氣咁離開咗。呢場35分鐘嘅鬧劇就咁以馬車嘅全線潰敗告終。好啦，大家聽完呢個故仔，可能覺得只係另一個網紅發癲嘅新聞，但係如果我哋深一層去睇，呢件事其實係反映咗香港社會而家嘅一個病態現象。我哋成日講周處除三害，而家香港嘅網絡空間入面都有三害。第一害就係好似流馬車呢類，利用社會嘅獵奇心態，透過不斷犯罪、不斷出位、不斷挑釁社會底線嚟換取流量嘅跳梁小丑。第二害就係一啲名過其實，靠住舊時明星服務態度差到極點，但依然大排長龍嘅老字號餐廳。第三害就係我哋呢班一邊鬧一邊睇一邊排隊交智商稅嘅大眾觀眾。點解我話流馬車係智商稅嘅一部分？大家諗下，2024年、2025年間，流馬車出入監獄咁多次，每次出嚟都有人去接佢，每次佢開直播都有幾萬人睇。點解？因為大家都想睇佢發癲，想睇佢又搞出咩笑話。但我哋俾流量佢，其實就係喺度滋養緊呢種扭曲嘅價值觀。佢喺九記大鬧35分鐘，其實就係想試下自己仲有冇影響力，想試下呢個社會仲會唔會因為佢嘅瘋狂而退讓。結果佢發現，當一個人連最基本嘅尊重都冇嘅時候，佢所謂嘅流量只係一張廢紙。再講講九記牛腩，呢間鋪頭喺香港人心目中，其實都係一歲智商稅。
我唔係話佢啲嘢難食，佢啲牛腩確實有佢嘅水準，但係一碗牛腩麵要賣成百幾蚊，仲要忍受啲伙計好似你爭佢錢咁嘅態度，仲要喺烈日下排隊1個鐘。呢種體驗究竟係為咗食嘢，定係為咗同人講我食過九記？劉馬車今次去踩場，雖然行為唔啱，但佢有一句說話講得冇錯，點解我俾錢仲要受你欺？呢個問題其實問出咗好多香港人同遊客嘅心聲。九記嘅成功係建立喺一種稀缺性嘅幻覺上面。當大家覺得排隊排得越耐，服務越差就代表間嘢越正宗嘅時候，呢種心態本身就係一種集體嘅智商稅。呢場35分鐘嘅對峙，其實係兩股負能量嘅碰撞。劉馬車代表咗呢個時代最極端嘅求生欲，而九記代表咗舊時代最傲慢嘅資本。劉馬車以為可以用佢嗰套流民邏輯去征服中環，結果發現呢度嘅金錢邏輯比佢更流民、更現實。伙計們嘅反擊唔係因為佢哋正義，而係因為馬車阻住佢哋揾錢。喺中環呢個寸金尺土嘅地方，每一秒鐘都係錢。你喺度鬧35分鐘，就係阻住佢哋翻幾次台，阻住佢哋賺幾千蚊。所以馬車嘅失敗係必然嘅，因為佢挑戰緊嘅唔係道德，而係香港最神聖不可侵犯嘅嘢賺錢。我哋再嚟分析下除三害呢個概念。喺戲入面，周處係透過殺死惡霸同埋惡龍嚟救贖自己，但喺現實嘅香港，邊個係周處？係去報警嘅市民，定係果斷拒絕馬車嘅老細？其實真正嘅除三害係我哋每一個消費者嘅覺醒。當我哋唔再為咗流量而關注劉馬車，佢就會自然消失。呢個係除咗第一害。當我哋唔再為咗虛榮而排隊去食一啲服務極差嘅所謂名店，呢啲鋪頭就會被迫改進或者被淘汰。呢個係除咗第二害。而當我哋可以理智咁看待網絡上嘅紛紛擾擾，唔再輕易被帶節奏，我哋就除咗自己內心嗰個盲目跟風嘅第三害。講返劉馬車呢個人，佢其實係一個好悲哀嘅存在。佢今年已經29歲或者30歲啦。由佢10幾歲開始喺YouTube拍片到而家，佢嘅人設從來冇變過。佢不斷重複住犯事、道歉、再犯事呢個輪迴。佢以為自己係香港嘅傳奇，但其實佢只係一個被網絡流量榨乾咗靈魂嘅空殼。佢喺九記門口咆哮嘅時候，眼神入面其實有一種恐懼，佢驚大家唔再睇佢，驚大家發現佢除咗發癲之外一無所有。而九記嘅伙計年紀可能由40幾到60幾歲不等，佢哋喺嗰度做咗幾十年，睇盡咗人生百態。喺佢哋眼中，劉馬車同一個無理取鬧嘅細路冇分別。呢種年齡同閱歷上嘅對比，亦都注定咗馬車會被 KO。我哋再講講智商稅呢個詞。呢幾年香港嘅餐飲業成日呻話生意難做，好多人北上消費。點解？因為大家發現喺深圳，你用一半嘅價錢可以享受到好10倍嘅服務。當你喺香港食碗麵都要被伙計噴，你就會覺得自己交緊智商稅。劉馬車呢次踩場雖然係一場 show，但亦都係一個警示。如果香港嘅服務業仲係停留喺我大你亞嘅心態，如果香港嘅網絡文化仲係停留喺邊個癲邊個就有流量嘅層次，咁我哋呢個城市交嘅智商稅只會越來越多。35分鐘可以做啲乜嘢？可以睇半集電視劇，可以聽幾首歌，或者可以排隊買到半碗九記牛腩。但劉馬車用咗呢35分鐘嚟證明自己嘅無能。佢以為自己喺度挑機，其實佢只係喺度表演緊一種垂死掙扎。而九記呢，佢哋贏咗呢場仗，保住咗個場。但佢哋贏到人心嗎？未必。網上好多評論都話，今次係惡人自有惡人磨。呢句話其實好刻薄，因為佢將雙方都定義做惡人。當一個社會嘅英雄形象已經模糊到要靠惡人磨惡人嚟攞快感嘅時候，呢個社會嘅價值觀其實已經好脆弱。2026年嘅香港
我哋需要嘅唔係更多嘅流馬車，亦都唔係更多嘅狗記脾氣。我哋需要嘅係一種真誠。如果你間鋪頭啲嘢食真係好，請你用同樣嘅熱誠去對待每一個客人，唔好恃寵而驕。如果你想做一個 YouTuber，請你用你嘅創意同才華去吸引人，而唔係靠傷害人、騷擾人嚟攞關注。呢場鬧劇嘅結束，其實係俾咗大家一個反思嘅機會。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咁多人中意睇踩場片？因為我哋內心都有一種壓抑。我哋喺生活入面遇到好多不公平，遇到好多態度差嘅服務員，我哋唔敢出聲。當我哋見到流馬車去做我哋唔敢做嘅嘢，我哋會有一種代入感。但係馬車用嘅方法係錯嘅，佢唔係為咗正義，佢只係為咗流量，所以佢嘅行為冇辦法引起大家嘅共鳴，只能夠變成一場笑話。如果你真係想改變呢個社會嘅歪風，你應該做嘅係用你嘅腳去投票，唔好去幫襯啲唔尊重人嘅鋪頭，唔好去訂閱啲傳遞負能量嘅頻道。流馬車被 KO 嘅嗰一刻，其實係象徵住純粹嘅瘋狂喺現實嘅商業邏輯面前嘅徹底失敗。馬車以為自己嘅瘋狂可以打破一切規矩，但佢忘記咗呢個世界嘅運行係有一套底層邏輯。在中環，規矩就係錢，規矩就係效率。你鬧35分鐘，你已經浪費咗好多人嘅時間成本。喺呢個層面上，馬車唔單止係智商稅嘅提供者，佢簡直係智商稅嘅代言人。我哋成日話香港精神，到底係咩？係勤奮，係靈活，定係而家呢種國家自掃門前雪加上網上判官嘅混合體？流馬車事件發生之後，網上出現咗成千上萬條評論。有人話馬車係香港之光，呢啲明顯係反諷；有人話狗記應該執笠，呢啲係積怨已久。但更多嘅人係喺度食花生。食花生無罪，但如果我哋只係識食花生，咁我哋就永遠都除唔到嗰3害。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細節。據現場嘅人講，當馬車被警察帶走或者趕走嘅時候，狗記入面食緊嘢嘅人，竟然冇一個停低手上面嘅筷子，大家依然係喺度低頭食嗰碗牛腩麵。呢個畫面其實好荒謬，亦都好香港。外面鬧到拆天，入面依然係揾食大過天。呢種冷漠其實都係一種病。我哋對社會嘅醜惡已經麻木咗，我哋只係關心自己嗰碗牛腩夠唔夠腍，個湯底夠唔夠濃。所以呢次流馬車大鬧狗記，表面上係一場鬧劇，實際上係一場關於香港社會現狀嘅深度體檢。佢話俾我哋聽，呢個城市依然充滿住火氣，依然充滿住偏見，依然有好多人喺度交緊各式各樣嘅智商稅。我哋需要除嘅唔單止係流馬車呢種外在嘅害，更加係我哋內心嗰種對權威嘅盲從，對流量嘅迷信，同埋對他人痛苦嘅麻木。馬車而家幾歲話？30歲啦。人生有幾多個10年？佢已經用咗2個10年嚟做一個網絡小丑。如果佢仲唔醒覺，佢下一個10年依然會喺呢種輪迴入面度過。而狗記呢？如果佢哋依然覺得自己可以靠住個名過一世，咁佢哋終有一日會發現，當新一代嘅消費者唔再願意交呢份智商稅嘅時候，佢哋嘅牛腩就算再香，都冇人會再去聞。呢個世界其實好公平，你付出乜嘢，你就會得到乜嘢。你付出瘋狂，你得到嘅係被社會排斥；你付出傲慢，你得到嘅係客人嘅怨恨。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喺度寫緊自己嘅除3害劇本。我哋選擇睇邊啲資訊，選擇去邊度消費，選擇用乜嘢態度去對待身邊嘅人，呢一切都決定咗我哋係咪一個聰明嘅人，定係一個交緊智商稅嘅傻瓜。流馬車喺狗記門口嗰35分鐘，其實係一場關於存在感嘅虛火。佢以為大聲就係贏，以為人多睇就係贏，但真正嘅強大係內心嘅平靜同埋對社會嘅貢獻。我哋唔需要一個會大鬧餐廳嘅網紅，我哋需要嘅係一個可以帶俾我哋思考、帶俾我哋溫暖嘅創作者。同樣，我哋唔需要一間會鬧客嘅名店，
我哋需要嘅係一間真心煮好每一碗麵、尊重每一個食客嘅餐廳。最後，我想同大家講，下次當你喺網上見到呢啲所謂踩場片嘅時候，唔好急住去冚入去，唔好急住去留言，停一停，諗一諗，你呢1分鐘嘅關注係咪又喺度交緊智商稅？當你喺街見到排長龍嘅名店，亦都停一停，諗一諗，你係真心想食，定係只係想打卡？如果你可以做到呢2點，咁你就已經喺除3害嘅路上行咗一大步。